来继续来看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到家人考察，来看当地居民甲外来客交通的需求。不过，针对着代替这个烫手山芋，也是大家上界关心的议题。王国材讲，尽管代替了将近4000亿，但是政府每一年59亿的补助，对代替也是有帮助的。另外，针对着代替工会来呼吁着政府，就吸收着代替全部的债务，和代替会当按年过来开始拼。王国材讲，这个做法会当考虑。和民众党立委柯成远这位来到家人北海岸，了解免怎改善交通和观光发展。这嘛是交通部长王国材上任以来头一个出国行程。不过媒体关心的嘛是代替的议题。借款是1400多亿，然后它的这个退户的部分大概1年有600多亿了哈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哈，就是说，它的亏损过去平均1年大概30亿左右了哈，在退户部分大概每年会有48亿的补助。访问到代替了4000亿，政府补助的59亿，真正帮助无济。王国材强调，今嘛是爱看代替内部的组织，和铁道路安全考虑改革，用票价来帮助代替，也毋是上要紧的代志。另外，针对代替工会建议，政府来吸收代替了的，和代替自头开始，王国材嘛来做回应。这个可以思考了哈。现在的讨论，我想大概这样哈，在我们前面是先所谓财务的负担，先让它不要再有亏损了哈。代替发生海路个事故了后，外界希望经解决。王国材上任头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要甲代替这个100年老看板一个金色色。